来关心新竹县竹北进前有建案周边连续咧发生地基放弃的代志。新竹县长杨文科是涉嫌收钱，甲建商妨碍建设到暗号去互检方起诉。杨文科今仔日搁再强调，相关的建案要停工要施工，拢是以安全优先、依法来办理的。另外，新竹市长高虹安是因为诈领助理费，嘛面临着司法宣判。高虹安是搁再否认要辞职交予别人来做谣言。各议员活动，新竹县长杨文科10月参加湖口高中校舍画墙壁选择的活动，严估于最近干涉竹北的天气案件，涉贪多项防疫建设被起诉。杨文科重申，防疫案的复工甲停工拢是依法办理，以公共安全为优先的考虑。我们都依据法令的规定。都有按照我们的一些新竹县建筑物的争议的原则的方式来办理，所以也都是以会不会影响公共公权安全之余的状况之下来考虑，我们不会有任何的这个所谓的什么施压。绝对相信我们杨县长我对他非常有信心。这个时间上的巧合真的是起人一斗了哈。那尤其呢，下个礼拜又有新竹市的市长也要宣判杨文科这礼拜被起诉，正拄好后礼拜24，就是新竹市长高虹安的立法院助理会官司宣判时间，引起外界的联想。高虹安表示尊重新竹县府甲杨文科的回应，伊家己是以辞职优先，相关行程是照常进行。觉得在这个活动跟行程上面，才是我身为一个市长最重要的事情。我在这一段时间，我们的市政都是如常，都是照旧的，所以我一定会把市长的职务做好，这是我现在最重要的工作。政府传讲高虹安可能会辞职换人做，高虹安讲这拢是无影无迹的谣言，对这款话伊无想要去回应。记者综合报道。